我爸爸，他现在在兰屿，有机会去可以，除了看陈建年以外，可以看我爸爸。好，还有一杯你们不是在看电视，好吧？有一点点反应让我知道你们还在。很3D 哦，立体的。好，待会会有部落的小朋友，就是我刚刚提到，就是我每年会捐钱，当然其实也不是捐钱啊，我想要做一个属于自己原住民的教育，这样，因为大家都觉得原住民的小朋友越来越不会讲母语，然后越来越不像原住民这样。但我觉得台东还有一些地理环境、人文的条件，还有机会让部落的一些弟弟妹妹们更喜欢自己做原住民这件事情，这样。然后我也觉得原住民这个事情不应该只有原住民这个圈子这么小在做，原住民也不过40万人口，2300万，我们才占多少%？你们随便找几个原住民小女生。男生这样混血结婚，马上我们就绝种了，你知道吗？来不及生孩子这样。但我觉得是一种认同，就是大家都会听不懂日文，听不懂韩文呢，还是有那种哈日族、哈韩族，为什么没有哈原住民族呢？或者哈阿美族，对不对？拜托你们哈我们一下嘛。所以我的目的是我想要打造我们部落的 Wonder Girl 跟 Super Junior。好，那我们一起欢迎我们部落的年轻人，来，跑掉了，你们的掌声把他们吓跑了。好了，出来了。